那这个工程呢，大概有383公尺的一个护岸的一个整治。那其中呢，我们还有再加上32座的一个固床工。那我们在旁边的一个护岸整理完之后呢，也铺设了一个稻草席。那我想这个工程完成之后呢，能确保我们整个松脚溪还包含它主流的一个避免土石冲刷，保护我们河岸的一个安全。那它在整个河道整治完成之后，当然对我们的那个二仁溪的下游来讲，它也确实有做到一个保护的一个程度，它避免土石的一个冲刷，而且它增加一个河道的一个通洪断面。感谢市政对那个野溪的整治原本像如同后面这样子杂草丛生了那个水位一直在高涨没有疏浚那个淤土淤泥特别的多了其实百姓最怕就是淹水淹水一到的话，整个财产整个家住屋都很难去解决了。所以透过这次野溪的整治造福地方所有的百姓的福祉。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近年来，极端气候常形成短时间暴雨，造成山区土沙冲刷及淤积，引发下游大规模灾害。台南市山坡地范围占总面积的38%，山区范围广阔，因此山坡地的野溪治理相形重要。台南市政府将持续争取经费挹注，加速完成山坡野溪治理工作，来降低坡地灾害发生几率，让市民生活更安全。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关庙区田中1号桥的这个上下游整治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明显的一个对比，在桥的上游段就是完全是杂草丛生。然后这个完全是土堤，然后其实也没有土堤，是土的岸，河岸。那在这野溪是无名野溪这种无名野溪坦白讲是很多的如果说不好好整治的话，就土石会一直崩落下来造成夹带大量的泥沙，一直到下游的河段，那河岸河床就会垫高，那每次整治就是旷日费时，而且事倍功半。那如果我们在上游先把它这个整治起来，可以看到这个桥的一边上游段是还没有整治，下游段就已经整治了，就完全有天壤之别。总之要把过去常常发生的这个水患在今年未来能够降到最低，对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是提高到最高。我们会再努力，这种治水的工作没有最好了，只有更好。那唯有持续的投入这个经费，以及我们好好的自主管理会做好。我们地下游有很多防灾社区，那上游有很多野溪整治，从民众自发的防灾意识，跟我们上游的政府的这个工程努力，希望能够治山防洪的工作能够有一次比一次更好的这个成果。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10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湾手表天团热心公益，捐赠1万剂快筛，予市府社会局，而且天团董事长徐国润现场阁捐赠1万个 N95的喙安，1000包平安米干面。另外，检测人叶丰杰医师也透过天团捐赠1500领的隔离衫。市长也特别感谢天团用实际行动协助市府防疫，照顾弱势，共同守护民众的健康。有见近期有真侪社福机构应声以及工作人员确诊人数增加，台湾手表天团特别捐赠1万剂快筛以及 N95顶级喙安，予台南市社会局协助防疫需求。市长黄伟哲伫社会局长陈英基的陪同，9日来到天团颁发感谢状，代表全体市民向天团董事会表达感谢。天坛董事会赞不赞？赞！今天特别代表台南市185万市民朋友们，诚挚的感谢我们天坛对于防疫工作以及社会福利和社会慈善工作的用心跟付出。除了捐赠1万剂快筛试剂之外，
也捐赠了1万个 N95 口罩，还有1500件隔离衣哈，那以及还有平安米哈，来这个提供给食物银行的需要帮忙的这个民众来使用，这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善举。平常我们都看到天坛可以说是台南市的信仰中心之一，许许多多的民众都来祈求玉皇上帝的保佑。但很重要的是，除了也要人，也要神，也要神，也要人。除了神威显赫、保佑万民之外，实际上的这个食物捐赠，包括米、包括快筛、包括防护衣、包括口罩，这些都处处见证了天坛人民爱物的慈悲为怀的善心。感谢徐国任董事长，还有我们董事会的各位董监事大家的用心，也感谢许多民众来参拜的时候都会以公代金，就是减少金纸的使用，但是用鸡的功德，让上苍知道。天坛董事长徐国润表示，希望透过这次的关键，带动社会上的善，让社会充满着爱。在这种情况之下来做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好的善举。那我们希望能够这种善举能够带动我们整个社会，就能够有更多的爱在充满着我们的社会里面。那我也再度的谢谢，就市长我们的社会各界，还有社会长，还有很多，还有处长也来了。除了快筛甲喙安，天坛嘛捐赠1000包白米甲面条，予台南市食物银行提供予有需要也就是有困难的民众领取。另外，天坛董事会监察人叶丰杰医师响应政府政策，特别经由天坛转赠1500领隔离衫，作为市府防疫用途。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拍火兄弟除了救灾拍火以外，佮爱支援防疫的工作非常的辛苦，真侪民众对因的付出嘛真感激。中西区永华里长郑卓燕有一届前往消防局中正分队下工，发现消防员休困的碰椅竟然有欠卡，坐起来歪一边，所以伫个里来号召，替辛苦的消防兄弟来换碰椅。中西区永华里长郑确燕日前因为要替里内毒气中备下巡助警器的承办事宜，前往消防局中正分队洽公，在过程中发现分队内的沙发竟然是用地砖来贴卡维持平衡，佮发现消防局吃饭的电锅就直接放伫咧涂骹。如此的情景，互里长郑确燕真无忍心，转去里内发起号召，得到真侪永华里阿公阿嬷响应，更结合附近的永华宫、中庆市以及甘本堂做伙来关心。我已经台南市已经做52档的义消啊，即马直接做95年，直接退休去到大队，直接退休大队中队长退休了，到去大队，即马伫中队做顾问，即马现任的消防的人员啦，我即马消防的人员啦，拢我一生。就是消防啦，大家拢真疼痛我啦，这长官啦，这大家拢会讲做，会讲台南市会讲我上，你会讲我若做义消我上久啊，50几档啊啦。消防局每一年都有例行的那个独居长者跟弱势的家庭要装助警器，我刚好也过来这边关心一下这个情形。坐在沙发椅上，觉得我腰椎好像不是很舒服，然后才发现说这个椅子、沙发椅都缺脚了。那我想说，尤其这2年疫情，我们的打火英雄实在也很辛苦，真的很辛苦。那他们的休息室应该要让他们在缺脚的地方，我们应该把它补足。所以我们就来问这些阿公阿嬷有没有人可以帮忙？阿公阿嬷就开始联想说，附近也有庙，是不是大家把这个爱转动一下，让这个缺角的爱再更扩大，所以才有这次的活动。警力有限，名利无穷，对着永华里沉水团以及中庆市、永华宫、
冈本洞的热心关怀，区长汪庆龙也特别代表市长王伟霆前来致意，商局中正分队也回敬感谢状，感谢大家付出。今天捐赠沙瓦组非常我们感谢我们永华里的里长，还有重庆市的主委、永华宫的主委，还有冈本堂感谢我们区长来这边做一个捐赠的仪式感谢他们。消防员任务繁重，工作非常辛苦。永华里结合里内甲附近庙宇的资源，用家己的方式向消防兄弟表达感谢，展现出社区甲消防的精神情谊，使人感动。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向中央争取9座前瞻立体停车场，已经着实施工。其中永康区成功里、甲北区的承德里的立体停车场，总经费大约6亿4600万。市长黄伟哲率领局处首长以及立委议员等面代，共同宣布启动通报工程。立体停车场预计今年12月动工，113年8月全部完工。台南市总共向中央争取9座前瞻立体停车场补助计划，其中最后2座为伫咧永康区新公里以及北区承德里的停车场，就是伫前瞻计划要结束前，经过7位立委以及市府努力争取后，顺利摕到补助。8日，市府宣布永康区新公里以及北区承德里立体停车场通报工程正式启动。为了要解决或者是舒缓我们大都会地区停车压力的所做的努力，一个是永康成功停车场，一个是北区承德立体停车场。这2个停车场为什么说它特别珍贵的原因？第一个，它所在的地点是人口密集的地区，寸土寸金很难实现。第二个，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前瞻计划的补助对我们来讲很重要。那前瞻计划又已经快要结束，在最后一批的前瞻计划停车场补助，总共补助了4个停车场，台南市就占了2个。那这第3个是营造厂能够全力配合因为现在营造的成本大幅上升，而这2个停车场能够顺利这个开工，这是我们最期待的。那今天的完成，我们已经市府跟营造厂商已经完成了签约的仪式，那即将在设计完了以后，在4、5个月后，赶在年底前能够开工。那在2年后，2年多以后，一个是2年，一个是2年又3个月以后，就可以那个顺利来服务市民朋友们。希望带给社区、带给市民、带给过往的行旅最好的停车服务。那也提供了一个礼活动中心出来，也提供了这个托婴以及托育的这个亲子悠游馆，这些附加的这个服务，其实个别来算的话，每个的价值4、5千万。其实坦白讲，真的是非常谢谢这个不管是土地的国有财产署给我们的土地，或者是这个里民的配合，还有感谢议员和立委的支持跟协助，能够完成这样的很有意义的公共设施。交通局长王明德表示，永康区新公里立体停车场经费3亿8700万，中央补助1亿，初步规划地下1站、地上7站，设置195个汽车位甲40个机车位。北区承德里立体停车场经费2亿5900万，中央补助8700万。初步规划地上4站，设置216个汽车位，甲45个机车位。去年初核定的时候，我们开始展开这个工程的这个规划的设计的时候，我们决定要用统包，因为已经是最后一批核定了。那郭总建议我们用统包方式，把规划设计跟工程一起招标，那这样可以节省这个整个这个施工的时间那不过因为这个我们知道最近物料上涨的这个关系我们在完成统包的规划，在去年大概11月第一次上了统包的统合招标，那经过了2次的流标，所以在3月的时候市场支持我们这整个经费是原来是5.7亿左右，那市场支持增加了7500万，所以现在是2个案子加起来是6.45亿。我们也是把2个案子合起来一起招标了，这样我想对于厂商而言比较容易来这个吸引这个厂商来处理。所以我们特别谢谢我们营造
引昌工程的唐董以及我们设计的团队张航伟的建筑师。局长王明德指出，停车场伫完工启用后，会当有效舒缓周边的停车需求，并提供民众交易、清楚游乐、土育等多元的服务空间。未来营运将采用智慧停车管理系统，提升停车场的使用效益甲服务品质，营造智慧甲便利的停车环境。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咱先歇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伫个官田有一座观光休闲农场，叫做台南阿庄。其实这个所在是已经组团3代，有100年的历史。一开始是单纯的饲鸭，后来转型成为观光休闲农场，要让民众体验饲鸭的农村生活。原本是传统饲鸭甲鸭卵加工生产为主的台南阿庄，组团到今已经第4代。因应时代潮流，慢慢转型成为结合农业观光加教育的休闲农场。第3代所青发开着心爱小火车，看着市长来因遮关心长辈旅游的机会，一路亲自对咱农场的一庄一遐，满满的自信加成就感。虽然农场被推荐成长辈轻松旅游的景点，嘛有设计趣味制作咸鸭卵等体验活动，成为团体户外教学的特色。一步一步摆脱疫情的冲击，经营甲有声有色。不过，所有经营背后的辛酸，并不是外人所会当体会。对啊，我们是白手起家啦哈，啊，当然是很辛苦哈啊，就是。早期那土地比较便宜嘛，哈啊，买一块之后就可以再拿一块来贷款来买，啊，所以就这样子慢慢经营起来，啊，然后这片土地是慢慢增加起来的，不是说一下子就搞这么大的了哈。这个场地扩大嘛，哈，那如果没有好好利用的话，也是转不过去了哈，啊，就正好有这个可以发挥我们的产品，哦，比如说农业方面的哈，啊，那个产业方面的。鸭啦、蛋啦这些知识可以传承，所以就以户外教学为主，那后来再增加这个休闲的部分。第4代苏丰明面对农场的经营，虽然客气爱记者找爸爸妈妈发言，不过伊学的是造型艺术，设计放鸭等古早趣味，到入农场以后，拢真有想法。其实对着农场来讲，上界基本的备卵做卵，不断更新各种的设施，做出好口碑，要让小朋友到老大人拢介意。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中正高岗有一个传统的布袋戏社，由林坤辉教官带领，学生伫遮分工合作，共同完成每一场的表演。和手中的布袋戏红啊变化万千，嘛让学生体会到传统艺术的美好。校园内一处社团办公室传来阵阵唢呐与鼓声，往内一看，房间中架着传统舞台，而戏友搭配着抑扬顿挫的口白，正演练着精彩的舞戏。这里是中正布袋戏社，过去主要研究大型电视戏偶，但林教官在几年前加入后，观察到学生状况，决定做出重大改变。那我发现，其实他们的演出的方式跟表演的内容，其实都相对来说相对比较粗糙。那我们在跟学校的老师、校长他们讨论过后，我们觉得说，我们可能需要把一些比较正统的布袋戏的东西再带回来给孩子。所以我们就把电视的布袋戏改掉，改成现在传统的小偶的布袋戏。在这里，社员依照兴趣选择职位，有口白、操偶、后场音乐等等。学校则聘请布袋戏团的师傅到校教学。学生除了能学到表演技能，也能体会团队合作。除了让孩子去体会传统布袋戏这种传统文化的美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希望他们去学习到怎么样做团队的合作。其实
一个演出的成功，不会是单纯的只有一个人的成功，而是一整个团队他互相配合，他才能够成功。学生平常社课就是在这不大的房间中反复演练音乐与旁白戏友的配合，闲暇时则到各地进行表演。社员更分享了表演时发生的意外。在练习武打的时候，怎么就是左手跟右手都不协调，就打不好。然后有趣的地方就是每次表演完，看到台下的人就觉得很开心。他武打还没有打完，然后我以为他已经停下来了，我就把音乐收起来了，然后他就定在那边。那发生这件事情，就是再开一次那个音乐给他。在这堆满表演杂物的房间中，锣鼓大作，宛如置身庙会。社员们练习时的热情与专业，驱散了冬天的寒流。小小的传统布袋戏偶在学生的手中散发出了与众不同的生命力。记者邱玉婷、陈柏宏，高雄报道。大肠甲蚵嗲是台湾传统的小食，真适合起来做下晡的点心。一间开了70档的小食摊，目前是由年轻的第4代接手经营。伊会接落来做的主要原因是烦恼若无接手，人客就食袂到这项家乡的传统好口味。我都会买这个蚵嗲啦，还有这个大肠啊。快的人客一个接着一个排队，都是冲着小摊贩的糯米肠以及蚵嗲。别看老板这么的年轻，他可是这一家老字号摊贩的第4代接班人呢。我已经第4代了。我自己觉得就是最主要原因还是要就是回归根本啦，因为毕竟这是家业，就是已经卖了70、80年，就是阿嬷、妈妈他们就这样子努力过来了，然后就会觉得说，有时候可能从小在这边帮忙啊，然后客人来久了都会认识，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之后不接的话，那他们还吃得到吗？这里的糯米肠选用猪肠子的前、中、后段，所以来这边看到的大小不一，最大的甚至跟手背差不多粗了。我们这边最主要招牌是糯米肠，我们糯米肠是用真的猪肠子去灌的，就是这个猪肠子，而且真的猪肠子外面可能通常只有卖就是一般的部位，但我们是前中后，就整条猪的肠子的部位都有卖，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是大肠头，它就是前短皮最后的部位，然后再来还有就是比较胖一点的，它就是尾巴的部位。你要装一起还是分开？对，我是南子那边的高科大的学生，大概1个礼拜会来1次。对，然后最常吃的就是他们的蚵嗲。这个蚵嗲人气真的不输糯米肠。老板说，因为制作的方式不同，所以皮薄又酥脆，是大家喜爱的原因。因为外面通常淋蚵嗲它是用就是倒的方式，这样会比较皮会比较厚一点。那我们这也是自己用煨的方式，它就会皮会比较薄，所以客人就有说，我们的蚵嗲吃起来跟外面不太一样，是它皮会比较薄比较酥，然后里面可以同时吃到肉、蚵跟菜，就会层次感比较丰富一点。美食在街头处处可见，希望这一摊70年的小吃，老板要继续把这好味道一直传承下去啊！记者许纯清、陈柏宏，高雄采访报道。莲藕夜市啊，有一档卖白糖粿店家，常常拢是队伍排甲热热长。最近伫个社群媒体就一直流传，这间老店出现新口味。到底是什么款的新口味呢？即马就对着记者的脚步做伙来看卖。自强路一带的夜市摊贩当中，你一定会注意到这家大排长龙的北藤粿。但近日网络盛传，老板做出不一样的新口味。我们来看看排队的民众怎么说。之前在网络上有看到，然后刚好路过，就是有多一个像那个紫米粿，感觉蛮特别的，就想说试试看这样。我们就是也是想要创新，因为北藤粿其实也很多人在卖，也不是只有我们家。可是这个紫米你应该在外面找不到这个东西。传统的小吃之所以这么受欢迎，味觉上的美味有着很大的原因。那这次老店所推出的新口味又带来什么样的味觉风暴呢？除了颜色不一样，它的口感也会稍微比白糖果稍微再 Q 一点。
然后它本身你吃起来，因为我们是沾白糖粉，它不会沾花生或芝麻，那它吃起来就是它会有一个它自己一个米的味道，因为我们没有加什么色素还是什么的，我们就是纯的紫米下去做，所以它会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米香味。更 Q 的口感，入口后的米香气，在一再的标示出新口味的特别之处。但真正的特别，要等您亲自尝试才知道。记者陈柏宏、许纯清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6月1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